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18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马斯克。最近马斯克在美国甚至在世界上都非常火无论是跟他以前比，对吧？跟他历史上的马斯克比，还是说马斯克跟他同时代的，就是现在的其他的科技大佬，这马斯克似乎都有很大的变化。舆论惊呼看不懂，马斯克有一个科技这个叫领军人物，引领人类什么星辰大海，上火星，上土星，现在摇身一变，变成改革者，变成变法，确实让人大跌眼镜，或者让人大吃一惊。今天这个财经网他刊登一篇文章，叫《马斯克变法》。这文章说，上任不到4周，马斯克及其政府效率部团队已经接触至少19个政府部门，诱发了至少14起法律诉讼，波及数万名美国联邦政府的雇员，并为马斯克本人赢得了一起独自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办公桌后美国总统位置上的《时代》杂志封面。这个照片大家看过吧？不知道谁 P 的，就是马斯克坐在特朗普应该坐的位置上，意思现在的总统不是特朗普，而是马斯克。我们网上习惯把马斯克和特朗普叫做一字并肩王。2月11号在与马斯克联袂举行记者会的同时，特朗普签署一项新的行政命令，限制政府雇员招聘，推动大规模裁员，启动他自竞选区就仿佛强调的政府转型，正式向他口中的联邦官僚机构宣战。那么作为非正式政府机构的政府效率部它的权限由于这个特朗普的加持再次获得拓展，就是扩权了。新的行政令规定，除涉及执法和移民执法等职能机构外，各行政部门招聘都应同政府效率部的在本部门设置的团队负责人进行协商后做出，一般情况下不得填补被评估为无必要的职位空缺。有点像有一些国家不是向每个机构都派出纪检组吗？这个也仔细想一想很有意思。多元、公平与包容政策，相关部门员工被列入裁员优先名单。未来美国政府机构的裁员和招聘比例达到4:1或以上，也就是裁掉4个招1个，你说这叫什么事？在这份行政令发布之际，马斯克和政府效率部已经在华盛顿造成了混乱，其团队成员向多个机构的雇员发出了裁员计划告知邮件，但由于信息模糊、措辞时而自相矛盾，而其法律地位和行政效率仍陷于未知。大部分被波及机构已确定解雇的雇员数量仍极为有限，也就是在这个美国的政府机构之间造成了混乱，不确定性蔓延各处。这也是迄今为止马斯克为华盛顿带来的最大改变。2月12日说，波士顿一名联邦法官以资格不足为由驳回了联邦雇员工会诉讼请求，解除了对买断计划的临时限制。这成为特朗普政府在本轮政府裁员行动中赢得的第一个关键司法胜利。但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仍有不计其数的司法争端将会开启，而这场轰轰烈烈的政府改革则尚无人确知将走向何处。这个咱们也说过了，美国国际开发署成为马斯克推动的本轮政府改革的第一个牺牲品。这个咱们以前介绍过了，这是关于马斯克对这个国际开发署动刀，犹如秋风扫落叶一般。2月3日，马斯克在 X 平台上宣布计划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该机构在华盛顿的总部于同日宣告关闭。自2月7日起，该机构除少数例外情况之外的所有雇员都被要求进入行政休假，所有派驻海外的雇员需要在30天内返回美国，预计受到影响者超过7000人。关键是马斯克在 X 上将美国国际开发署定性为犯罪组织，他公开指责称美国国际开发署参与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流氓工作和互联网审查，还声称该机构利用纳税人的税款资助了生物武器的研究。但是他未就相关指控提出任何证据。而对特朗普与马斯克而言，
裁撤和改革的重心早已转向下一个目标。1月28日，此前几乎无人知晓，却在本轮改革风暴中成为指挥部的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向200万全职联邦文职工作人员发送电子邮件，宣布推行一项旨在精简政府机构的买断计划，波及美国联邦雇员200万人呢。这什么概念？买断计划这个词儿听得特别熟，我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末，这个国企上下岗叫下岗分流，叫减员增效，那个时候搞的就是买断工龄。无论是向美国政府各个机构派驻这个人员，还是买断工龄，叫买断计划，都那么似曾相识。根据马斯克的这个买断计划，主动离职的联邦雇员可获得约8个月的薪资补偿，薪酬与福利将持续至9月30日。离职决定需在极短时间内做出。相应的，特朗普政府计划对未接受买断的员工进行大规模裁员。涉及到买断计划的还包括中央情报局，就是 CIA 啊，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国家安全局、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国家侦察局在内的情报机构员工都收到了买断邀约。除了人事管理办公室，另一个同样此前并不引人注目的机构总务管理局也因被马斯克团队中的人第一时间出手接管，而在马斯克改革中占据了举足轻重地位。此外，马斯克团队还获得了财政部支付系统的访问权限。此次旋即引起美国政界巨大舆论争议。从2月7日开始，政府效率部进入金融监管机构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并获得该机构管理人力资源、采购和财务的内部系统的访问权限。在这之后，该机构网站开始无法访问，其 X 平台账号也被删除。2月9日，特朗普裁撤和审计矛头指向五角大楼及美国军队，宣称我们将揭开涉及数百亿乃至数千亿元的欺诈与滥用。在此之前教科文卫部门均已被裁撤之风横扫。美国教育部被宣布计划解散，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也在全面审查行政令下进入冻结状态。根据《纽约时报》不完全统计说，截至美国当地时间2月12日，机构裁撤涉及政府雇员总数约8700人，其中7000人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1700人来自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大约280多名通过多元、公平与包容政策入职的人员遭解雇。而截至2月12日截止日期，接受买断计划准备离职的政府雇员约7.5万人，约为行政机关230万雇员中的 3.3%， 仍低于买断计划公布的 5% 到 10% 裁员目标。在此之外，说司法部与联邦调查局还有至少33人因参与调查特朗普及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事件而被解雇，至少22名工作于各部政府监督职位的员工被解雇。仅1月24日，特朗普就至少解雇了17名各政府部门的督察长。舆论普遍认为此举是为扫清障碍、扩大总统权力边界而进行的有目的突袭行动。这个财新网还描写了马斯克团队他的工作方式、团队成员，这个我在以前节目也介绍过，这里就不说了财新网后面接着说马斯克的目的何在。前面一部分介绍了马斯克刮起了这个变法的风暴，涉及了这么多部门，这还继续在深入之中。后面也介绍了马斯克团队工作方式。那最后财新网的就说马斯克的目的何在？大家恐怕还不记得，就是这个财新网以前采访过、专访过马斯克，那时候马斯克刚到中国准备在上海搞特斯拉，财新网采访马斯克，而且出了这个专栏文章。这次财新网又对马斯克变法他的目的和动机进行探究。财新网这么说的他说美国政治体制实行三权分立，但在特朗普和马斯克从天而降的裁减风暴下，特朗普领导的行政分支，包括可能只有大约100人的政府效率部所掌握的权力，似乎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说美国权力的天平开始导向行政权，而国会代表的立法权和法院代表的司法权遭遇挤压。不是三权分立吗？立法、行政、司法。但是在我看来，或者是在这个大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这个三个权力里面，权力最大的实际上是行政权。在美国，它这三个权力互相制衡，谈不上谁大谁小，互相制约但现在因为马斯克和特朗普这么一折腾，行政权力大
大大的扩权，司法权、立法权受到这个叫压制，有这么个趋势。说在立法分支方面，美国参众两院多数席位现在都被共和党人掌握，国会中的反对声浪很难化作具体有实际效率的立法约束。如今特朗普已经全面掌控美国保守派的意识形态、议程和人事，国会共和党人即使不完全跟随特朗普的议程，对于特朗普的争议之举也大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民主党还没有从2024年大选的惨败中恢复元气，能够凝聚力量的新一代领袖尚未浮现，对马斯克的回击非常零散分散，几乎仅限在社交平台上表达抗议或发表公开信要求审查。在公众视野中，这些自由派的微弱声音很快就被特朗普铺天盖地的声量所覆盖。马斯克风暴让美国人开始意识到，这个不乏韧性的分权和制衡体制虽然已经走过将近250年风雨，但是巨大的漏洞依然存在，这就是体制的漏洞，而且完全有可能被民选领导人公然利用。我记得我在有一期节目说过，老粉丝记得，应该是在特朗普参加总统选举之前，我说美国的民主制度实际上是根本不完善，它有漏洞。这种漏洞如果在印度，那早就被人利用了，钻空子，就是因为底线低。但是为什么美国200多年来，它那个宪法从来不改，改的非常少？你说社会发展这么快，人心变化这么大，它那一部法律都不改，可见它那个漏洞是非常多的，漏洞百出。为什么美国人他的制度能够正常运行200年？说明美国人一是有契约精神，人家不屑于去钻那些漏洞，绞尽脑汁的，这是一个。第二个，200年了，也该出来一个要钻这个漏洞的人物，那这个人恰恰就是特朗普。特朗普就要合理合法的利用你这些漏洞，他是美国人民选上去的，你看不惯也没用。我们看蔡英文他怎么说啊？他说当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冻结美国外援资金后，虽然美国宪法明确将财政权赋予国会，国会通过的预算法案也写明了这些援助拨款的流向，但美国法律只规定总统不得动用未经国会批准的资金，却没有规定总统必须动用所有的拨款。即便有立法依据，行政分支仍然瞄准了分权原则的漏洞，将立法分支最重要的财政权鬼使神差地转移到了自己手中。曾经担任美国联邦法官的共和党人叫约翰·琼斯表示特朗普新政府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美国的3个权力分支并非平等，行政分支应该压倒立法和司法。你看这个观点就开始接近东方的这种自古以来的这种观念。在国会形同缴械以后，司法分支被许多人视为能牵制政府效率部的唯一工具，但法律程序一向耗时漫长，进展曲折。与此同时，早在特朗普就职之前，他的团队就在起草行政令时充分研究了潜在的法律薄弱环节，仔细斟酌了措辞，所以这些精心写就的行政令能够抵挡许多法律挑战，甚至能拖缓法律流程，为特朗普政府乘胜追击争取时间。你比如说特朗普的行政令并没有直接宣布大批裁员，而是宣布提供买断条件，要求联邦公务员在工作日必须来办公室，并且鼓励大家举报不与特朗普站在同一阵营的同事。所有这些都降低了其面临的法律风险。这种发动群众斗群众，我怎么那么熟悉呢？这个卢比奥更狠，特朗普不说了吗？要把那些非法移民抓起来遣送回去，不行就关到那个什么岛上。结果卢比奥给他出了个主意，你说你要出动移民局的那警察或者那些执法人员一个个抓太难，成本太高。卢比奥想了个办法，让他们互相揭发呀。你检举你的老板他收留非法的移民，那你很有可能能获得合法身份，大概这意思也就是发动这些非法移民之间互相举报。这么狠的招，我还以为只有这个东方智慧才具备呢，原来美国人也很熟悉，用起来也是得心应手。说美国知名政治学者福山对此直言，任何同意买断的美国联邦官员都可能被骗。我们要记住，特朗普这位地产商出了名的习惯拖欠雇员工资和承包商款项，这个在大国开发商都这么干，所以特朗普作为房地产开发商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特点，这不太好说。而且美国国会还没有批准政府向接受买断的人支付直到今年9月的工资。一名在联邦住房金融局工作的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对财新表示说，马斯克这次以雷霆之势同时对许多联邦机构下手，同时特朗普以目不暇接的速度签署行政令，是在和法院玩
数字游戏，压住美国法律系统，将一时无法消化这么多诉讼。迄今为止，围绕政府效率部已至少提起14起诉讼案。特朗普和马斯克作为争讼的一方，在法庭上有输有赢，如工会、权力倡导组织和雇员组成的另一方互有胜负。更多的案件尚在法庭审理流程之中。2月11日，特朗普、马斯克一起现身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为精简机构方案辩护时，特朗普被问及是否会拒绝服从法院判决，特朗普清晰地答道：“我总是服从法院判决。”但他紧接着表示，之后我必须上诉。对于这一表态有不同的解读，有些人认为限制美国行政权力的司法围栏依然有效，而不少法律专家指出，特朗普过去几周出台的海量行政令中有不少是明显违法的，比如在没有提前30天通知国会的情况下解雇政府部门督察长。那么特朗普的策略可能是用这些行政令进行压力测试，摸清民主党人、督察机构、民间组织对行政分支滥权的容忍度，说亦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他所希望的恰恰是激起外界的法律挑战，从而随着控辩双方层层上诉，让围绕行政权力边界的争诉达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届时，偏保守派大法官占据明显人数优势的最高法院很可能会做出对行政分支扩权有利的裁决。这些判例将彻底重新划定美国行政权力的边界线。这么说的话，也就是特朗普和马斯克他们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在为行政扩权。对美国保守派来说，这现在正值保守势力全面包揽美国行政、立法、司法3大分支的罕见窗口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有6人是偏保守派大法官，其中3人是特朗普上次担任总统期间任命的，还有3名大法官属于偏自由派。去年7月，由保守派大法官主导的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了历史性的裁决，认定美国卸任总统在职务期间公务行为可享有免于被刑事诉讼的豁免权。这一司法胜利让特朗普信心倍增。CNN 亦据此评论称，一切趋势都在指向未来将发生一场有关总统权力范围的关键司法交锋，而它注定将由保守派占多数，且倾向于扩张行政权力的一届最高法院来裁决。你看，这个对特朗普来说这是天赐良机，这就是一次冲关的机会、冲塔机会。这个财经网说，上任伊始是什么推动特朗普与马斯克险中政府裁撤这一宏图？不难推想，特朗普主要希望借此来缩减美国，再搭配全球能源价格的回落，尽快兑现他的减税承诺。就是特朗普竞选的时候不要给美国减税嘛，就是老百姓、美国企业减税。你既然减税，那美国政府的这个财政开支就得压缩。此外说，特朗普也希望在支持者面前深化他的反建制形象。在特朗普的忠实拥趸中，许多人依然深信美国存在一个上层精英组织的深层政府，而马斯克和特朗普会把这个束缚他们的深层政府粉碎。我记得这个小粉小红正能量不是喜欢宣传美国有什么深层政府吗？是深层政府是奥巴马还是谁？原来美国人也相信有一个深层政府。马斯克和特朗普都在以类似 CEO 的作风整顿美国联邦政府，跳过层层监管，拒绝遵循华盛顿磋商合作的政治传统，而且几乎不考虑后果和对他人的影响。两人都是相当具有分裂性的角色，许多人对他们热烈崇拜，也有人极为反感。确实现在开始两极分化，无论是马斯克还是特朗普，都有极端崇拜的，就是川粉。你要说一点特朗普不好，他马上在你下面留言。还有那川黑也是的，你一说特朗普这般做的还可以，下面有人开始说你，就分裂非常极端的。马斯克和特朗普都经历过起死回生式的成功。特朗普实现了美国政治史上最惊人的回归。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后，在几周内裁掉了90%的员工，然后让这个疲软的社交平台重新振兴。所以马斯克和特朗普都坚信，只有他们才能带领美国走上正确的方向。马斯克把他的推特整改经验复刻到了美国联邦政府上，联邦政府成为他的新试验台，也因
因此，马斯克执意打击一些美国联邦机构，不仅是为了获得商业合同或者规避税务调查，而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机构行政手续和监管规定对他的毕生事业构成了真正的障碍。马斯克要求解雇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局长，因为这个局曾经对马斯克的那个太空探索 SpaceX 罚款28万美元，理由就是他这个航天发射设施违反了安全条例。马斯克对此非常不满，而且感到泄气。当然不是因为几十万美元的罚款，而是因为他认为这个设施并没有构成任何安全威胁，联邦航空管理局介入却干扰了他倾注心血的事业。马斯克直言呢，这是在阻挠我们让人类登陆火星的宏伟抱负。回顾马斯克过去几年经历，可以窥见他为什么从支持民主党转向了鲜明反对多元、公平与包。也就是说，马斯克的心路历程，他怎么走上了这条路？马斯克曾是一名中左翼民主党人，也就是他本来是支持民主党的。他在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投给了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你看，马斯克还是支持拜登的。但在疫情期间，加州严格的防疫政策让马斯克的工厂被迫停工。2021年，和许多科技富豪一样，马斯克选择离开加州，搬到了美国南方。这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说，另外他的其中一个孩子自认为是跨性别者，并且和马斯克断绝了关系。这件事对马斯克影响至深，他越来越相信多元、公平与包容的思潮已经荼毒了整个美国乃至全世界。这个马斯克曾经好像发了个微博 X 社交媒体上说让民主党拜登政府还他的儿子，就他的儿子好像变性了，而且最主要还跟马斯克断绝关系，因为马斯克认为是民主党让他失去了儿子。所以你看这一系列的变化让马斯克倒向了共和党，不惜花重金帮特朗普竞选上之后，你看看大刀阔斧的向美国联邦政府头上砍去。担任4周政府效率部对美国建制的颠覆确实是刚刚开始。特朗普马斯克周一的时候再度爆了一个劲爆的新闻，再度为全球吃瓜群众揭示美国政府背后混乱的一面。什么是马斯克自己说，最新的案例来自美国社保数据库。一说社保，大家都很关心，作为牛马，作为韭菜，非常关心社保。那美国的社保，马斯克说，美国的社保系统正在向150岁的人支付福利，但真实的数据更加令人诧异。马斯克周一公布了美国社保数据库中每个年龄段中是否死亡的字段设置为否的人数，其中存在2个问题，总数对不上，年龄太离谱。就是给这个人发社保，这个人死没死，后面说否，就是没死，没死就接着发呀。马斯克说怎么这个人年龄都150岁了，你怎么还在发社保还没死？更有离奇的说，有人已经300岁了还在发社保。而且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社会保障局代理局长米歇尔金因拒绝马斯克查阅敏感文件而被免职。这个马斯克变法，我在以前节目也说过，我认为马斯克尤其是特朗普，他虽然在钻美国法律的漏洞，但也毕竟是钻漏洞，就是他没有明显的违法。你看他最后也要接受法院的判决，人家告他，像联邦法院都向最高法院一级一级往上打官司。如果法院判特朗普判马斯克判你政府做错了，你就得改正。事实上有很多法院确实把特朗普的这个行政命令给拦下了，特朗普也不得不遵照。特朗普唯一能做的就是上诉，你这个法院把我拦住了，我往高级法院上诉。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特朗普马斯克说直接就违法了，他所做的不过是利用法律漏洞，就像很多黑客对网站进行饱和攻击，造成你这个网站访问量突然增加，正常的访问不了。那么特朗普马斯克搞的嘛，就是让更多的诉讼进入法院，他一下踩到那么多人都不服，他马上到法院去打官司，都去法院受理不了这么多案子，要么就拖旷日持久。只要有一个案子对他有利，因为美国的各个州还不一样，州法院你只要有一个地方判决对特朗普有利，他就会拿这个做文章，这就判例。第一个，目前为止我觉得他们还是在美国的叫三权分立的架构之下，并没有出这个架构，还是在他的规则范围之内，而是在不停的挑战这个底线。第二个，确实特朗普也在扩权，他应该是有预谋的，想扩大总统的权力，要么他怎么会那么羡慕特朗普对普京那种崇拜那是溢于言表。为他崇拜普京什么呢？我想他崇拜普京有钱吗？他是崇拜普京长得帅吗？都不是，
他就是崇拜普京的权力，羡慕，所以他也要学习。所以从这点上来说，特朗普干得越长，或者特朗普他这种思想，他这种精神，一旦找到他自己不干了，他传给下一波人了。如果继续这么干了，那美国是不是会向俄罗斯靠拢？美国的政治慢慢的也像俄罗斯一样，立法机构和执法机构变成摆设，因为他不停的在扩总统的权力，行政权力。就我在想，如果特朗普只干这4年，那他对美国现在的这种政治制度，他的改变其实有限。但问题就是他万一还再干一届，那这个影响就不一样了。或者他能够把他的衣钵把他的政治遗产能够顺利的交接到他的继任者手上。如果那个继任者跟特朗普一样，或者有过之而不及，那对美国的现存的政治制度，那是个巨大的挑战。你看特朗普选的那些他的幕僚，他的这些下属，都是典型的把忠诚排第一位，忠如特朗普，能力放第2位。万斯、卢比奥、什么海克塞斯，这些人都有强烈的看齐意识，唯特朗普马首是瞻，言必称特朗普。这些都是特朗普在巩固他的权力，在集权的一种表现。特朗普就需要他的下属对他，就像拉夫罗夫，就像俄罗斯那些官僚对普京一样，要忠诚，毕恭毕敬。从这一点上说，我认为马斯克跟特朗普之间很难从一而终，就是他们俩之间的裂痕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产生，或许现在已经开始产生，一定会浮出水面，一定会公开化。因为马斯克恐怕不是那种打心眼里无原则的向特朗普看齐，就某种程度上马斯克是个有能力的人，他是有理想，但他又不是个政客，所以我认为特朗普和马斯克迟早会分道扬镳。从这个大国的历史上看，为皇帝的人，为皇权集权而变法的人，基本上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从商鞅到詹居正，甚至王安石，王安石是道德上没有任何瑕疵，对吧？他既不纳妾又不贪污，就这样人也很难善终。詹居正是鞭尸，挫骨扬灰，商鞅车裂。刚才说了在美国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似曾相识。那么以后马斯克和特朗普决裂，恐怕也是似曾相识，一山不容二虎。马斯克现在扮演的是个酷吏，这个酷吏咱们打个引号，就我对马斯克做的这事情我不反对，他让美国光不聊生，为美国纳税人节约钱，这个都没毛病。我们是就事论事。他现在你不管怎么说，他就是特朗普手上的一把刀，就是个酷吏，酷吏的下场也不好。特朗普坐收果实，到时候把责任黑锅都由马斯克来背，等到马斯克的利用价值完了，再把马斯克斩于马下，替大家出气。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